因为有一个囡仔对咱来出世，有一个囝想顺咱，伊要负担国籍，伊的名称做奇妙故事，转灵的上帝，永远会被和平的领军。圣诗，这是咱来认识俄罗上帝。圣诗812首，着听天才在领导，请大家起立，认真首。这是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体验文，咱做伙来体验。伫个体验文第38篇，也是哥林多前书13章，我来睇，大家来念。我叔叔会讲人甲天才的言语。我叔叔做先知。哥叔叔有交期的信，到夜来离山。我叔叔
尽所有的来真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恁爱是要宽容慈悲，无惊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角欢喜。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当对镜咧看，雾无明。我当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盼望、仁爱这三项。祈祷，咱做伙按头来祈祷。主爱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伫这大港节第3主日，就当阮倒起第3支粉红色的蜡烛，阮宣告你的应允是真实，无改变。阮的心也因着你充满喜乐。主啊，先知以赛亚宣告讲，有一个囡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赏赐咱。你是奇妙的无私、全能的上帝，是永远美丽的爸，是和平的灵君。今仔日，阮搁一摆承认，耶稣基督就是阮所听候、所盼望的救主。主啊，这个时阵，阮要带着阮每一个人的性命来到你的面前。你知影阮中间有人身体软弱，伫咧病痛中间，有人心灵真忝，担伫咧生活的重担，有人伫咧面对家庭工课，也是讲未来的挑战，嘛有人担伫咧听候你的回应，心中充满无平安。主啊，愿你差遣降生的主耶稣，亲身行入阮的性命当中，伫咧黑暗中成做阮的光，伫咧惊吓中成做阮的平安，伫咧阮无快乐的时阵成做阮的快乐，互阮搁一摆听见迄关乎万民，也关乎阮每一个人的好消息。主啊，恳求圣神即时来安静阮的心，互阮放下忧闷，放下重担，用听甲感谢来敬拜你，来听你的话语，互你的喜乐充满，就互阮的性命搁再一摆来重生。主啊，愿你的平安临到我的中间，愿你的同在引带阮今仔的敬拜，阮要将这规个礼拜恭敬交托伫你的手中。只是阮要用主，你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完全阮的祈祷。我愿你的爸，愿你的名信，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天里。我的日子你安尼互阮，下面阮的国，亲像阮下面国。无你操阮的日子，就叫阮看伫即个海的。因为国、关联、眼跟光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圣经，咱来看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第10加第14节，咱做伙来看第10节。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直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座内的，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济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旗的阿罗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于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安尼，赞美和散啊，请上面团去，带咱来学乐。
感谢兄弟团队，将以刺的声音，互咱来赞美。讲到关乎万民的好消息，请导牧师。今仔日日子大家平安。圣诞节真欢喜的日子。这是一个关于着万民大好的消息。左边的是季节节气，右边的是理由。圣诞周年庆的第一天，报的公司的人有够多，好像打仗的一样。有一位先生被他太太牵着他的手，连跑了3层楼，手上的袋子越提就越多，多到像刚出国回来一样。行李满满的，然后太太就跟他的先生说：“老公，你看，这个原价4000块，现在只要3000，会员还再送3000块的礼物。”然后老婆跟先生说：“这等于免费的。”这个时候先生快没有力气了。看到胸口压着一大堆的战利品，跟太太讲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免费了？后面路过有一个小朋友忍不住的跟这个先生说：“叔叔啊，加油！我爸去年是这样被抬出去的。”为什么圣诞节？欢喜快乐的气氛，四界来散播。人在忙着购物，忙着交换礼物、吃大餐。不过，我们爱问的就是，圣诞节到底有什么款的意义？如果没有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核心，那么一切的庆祝也只不过剩下的是休闲、娱乐、好玩、商业的活动而已。圣诞节的中心其实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上帝将上大的礼物授予我们，就是耶稣基督。圣诞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为着拯救世间人进入历史的时刻，总是这个事件跟咱有啥物款的关系？为什么全世界因为安尼来欢喜快乐？圣经记载耶稣降生的迄年，天顶有记载，甲各样的人宣告讲。圣诞节甲咱有啥物款的关系？有啥物款的原因会当互人遐尔了快乐？圣经记载，伫耶稣基督降生的迄年，天使讲：“我甲恁报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好消息。今仔日伫大别的城有一位救主，为着咱。”认出世就是主基督。圣诞节互人欢喜的真正的原因，毋是干那聚餐、交换礼物、买物件，是天使所宣布的大欢喜的消息。因为今仔日
伫大美的城有一位救主为着咱出世。源起头，上帝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人原本是圣洁的、无瑕疵的，人本来应该有真自由，享受上帝所赏赐一切美好的生活。本来人甲上帝的关系是真亲密，是充满平安喜乐。这是上帝起初创造人的心意。当时列祖阿当，伊无顺坦上帝的旨意命令，反倒受魔鬼引诱，去做上帝吩咐毋通做的代志。列祖阿当这个愚公的决定，互罪对伊进入世界。罪恶进入世界了后，人甲上帝的关系就隔断，世界变做败坏，人的心变做黑暗，人甲人开始彼此伤害，互相怀疑，彼此欺骗，到尾罪的工钱就是死亡。所有的人拢袂走袂去，所以圣经有记载讲，人就一摆死，死后就受上帝审判。为什么人爱面对审判的时会惊？因为有罪的人才会惊接受审判。所以，芬兰有一个神学家有讲一句话，我感觉真有意思的，就是：当人第一摆甲上帝相拄的经验，迄款的经验，会当形容讲是一种真痛苦的经验。你讲为什么会痛苦？因为当罪人家己若真正认捌上帝是圣洁的，就会看见家己内心的黑暗；上帝是完全的，就看见家己内心的败坏无力。伫迄个时刻，人会发现，无论走去倒位，其实拢无法度逃避迄位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当一个罪人真正觉悟、觉悟觉悟到家己的败坏，看见家己应该受审判、丢灭亡的时，迄个人就会清楚知影，家己本来是无隐瞒的。不过，伫迄时，上帝的镜就显明，迄位公义的上帝已经用耶稣基督代替伊死。原本应该受刑罚的人，即摆自由，因为一切的刑罚拢藏伫耶稣的身上。咱原本需要担当家己的担当，即摆耶稣替咱去承担。当咱相信这个救恩的时，咱就会领受到罪得到赦免的平安，这个叫做福音。一般来讲，人的人生的中间上平常的、上自然的，就是吃喝玩乐嘛，啉食吃，吃喝玩乐。你想看卖，若是一个人无要吃，无要啉，无兴趣去佚佗，无要快乐的人，计袂使讲是正常的。上帝创造人，当然互人享受生活的机会，总是人若食好个、用好个、逐项拢好个，这嘛毋是人生的全部。
人活伫世间，毋是干那为着食、为着啉、为着耍尔。圣经讲，人咧活，毋是活靠饼。意思是讲，人需要的，毋是干那物质顶面的享受尔，搁较需要的是面对内心爱面对的坎坷、生命的意义，以及永远活的问题。所以，人的一生讲长，嘛无大长；讲短，嘛无短。圣经形容我的一生的年日70岁，若是永壮通到80。后一句话讲，总是其中的一切，不过是劳苦烧烦。为什么人会劳苦烧烦？所有的人、善车的人劳苦烧烦，咱一定会理解，一定拢无。不过，为什么好极人忧患劳苦烧烦？是因为你吃喝玩乐无够啊！人劳苦烧烦，是因为人离开上帝。兄弟姊妹，人的一生只不过是活到70、80尔，人若无甲上帝结连，到尾有缘爱面对死亡的结局，安尼，人到底有甚物款的嘛？感谢上帝，上帝心意毋是互咱人时间到死就好啊。上帝心毋是看到咱灭亡无要紧，上帝心意是要互咱得到活命，得到较丰盛的生命。伊听咱，伊无甘愿看到人死伫罪恶的中间，所以伊差遣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圣经记载讲，上帝连伊独一的囝，拢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亡，反转得到永远活的活命。伊听世间教安尼。这就是为什么圣诞节爱大欢喜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位救主，毋是为着别人，毋是为着其他的代志，是为着你，为着我，为着全人类出世。伫2000年以前。上帝照伊所讲的话，照着伊所讲的，伫犹太的伯利恒的所在，替咱备办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独一的囝，伊要拯救咱，甘愿放弃其顶尊贵荣耀的身份。圣经记载讲，伊反转摒空家己。取一个奴仆的身份出世，甲人共款，用人的形体出现，伊家己甘愿谦卑顺服到死，甚至死伫苦难的十字架顶，为咱加罪救赎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咱只有愿意悔改信耶稣，就会白白得到救恩，得到永远活的活命。这是真大的福气，这是创造世界以来上大的、上宝贵的、无通比的好消息。请问世间阁有甚物款的好康比这个？更较好，互人欢喜快乐也无。耶稣降生的迄年，天使甲木岛游的人讲：
我报予恁知影一个大欢喜的消息。耶稣降生是对天顶来的，是真正互人永远欢喜的好消息。这个消息所宣布的，就是创造宇宙万美全能的上帝，伊亲自实现伊早前的应允，将救主耶稣基督赐予世间人。这是永远未改变、绝对袂会失效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妹，伫世间固然有侪互人暂时快乐的消息，总是无论什么款的好消息、好康呢，拢无法度互人欢喜到永远。世间的快乐，拢是暂时的、短暂的。亲像百货公司的周年庆一样，打折扣，买一送一，买房子送车位，买锅子送锅盖，买珍珠送奶茶。这拢只不过是一寡生意人趁钱的步数尔尔，互你感觉趁着。互你感觉好康、好消息，不过过即阵啊，就无效。几工了后，佫有新的方案出来，人听到新的方案，就会心动，想要赶紧下单，毋通拗到去。不过，这个世间的迄个好康的消息，拢无法度改变人的命运。一切世间的好的消息，拢无法度改变人的命运，总是天师所报的这个大欢喜的消息，是互万民的，是要互万民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拢袂会过期，袂会失效。信耶稣得到永远换是上帝所赏赐上大的礼物，是人生的中间上重要的决定，拢无别条路啊！这个好消息是互万国万民，无分民族、无分阶级、无分地位、富户、上车的读册人，还是做工的人，拢需要这位救主。只有信靠耶稣基督，就会得到拯救。所以圣经明讲，耶稣以外拢无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上帝无赐别的名，互咱通倚靠来得救。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救主，是全人类所需要。是上帝互人类上大的恩典，是上帝送互人类上宝贵的礼物。兄弟姊妹，圣诞节的时，人甲人之间常常互相送礼物，也是交换礼物。早前的教会圣诞节拢交换礼物，不过以我所知道的，大部分收到的礼物，无一定是我真正需要的，嘛无一定下用。我若无头毛，你算我吹风机安怎？我是美少女，你送我刮胡刀，我会生气。世间的礼物常常敢若好看，无一定人人拢适合，甚至一寡是无路用的。
总是上帝赐予咱的礼物，耶稣基督是完全无共。这份的礼物是真奇妙、真特别、无通比的。不但全世界、全人类每一个人拢需要，而且是人人下用，拢无法度用别项来代替。这个好消息就是福音透过耶稣基督，咱得到甲上帝和好，内心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喜乐。亲像天使所讲的，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愿伊所赐的和平平安，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上帝得到荣耀，信耶的人得到平安。世间阁有啥物款的物件比这个阁较好无？兄弟姊妹，咱活伫这个充满罪恶、痛苦、烦恼、不安的世界，真实的平安，毋是我靠钱财，毋是干来靠健康，毋是靠成功，当然毋是靠运气运气。因为世间拢无啥物物件会互人得到完全的平安，只有耶稣基督，赐互人平安的主。只有伊有权柄，会当带咱出黑暗，入伫伊灿烂的光明。只有伊有权互咱食做上帝的子钱，得到天顶的福气。兄弟姊妹，圣诞节的快乐，毋是干那伫布置、伫交换礼物、伫食饭安尼尔。是因为上帝已经将上宝贵的礼物送互咱，这份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是信耶的人永远的盼。当耶稣出世的时，天使大声宣布讲：毋免惊，我互恁一个要互万民大欢喜的消息。煞接。有一大阵天军，迄个天使做伙来和乐上帝，讲头拄所讲的话，愿荣光归伫至高的上帝，愿伊所赐的和平平安，互地上伊所喜爱的人。赫尔啊伟大的好消息！上帝毋是差遣君王。毋是差遣学者，毋是差遣当时有权有势的人，伊竞选各样的人显现。这就是上帝的新福音，互每一位愿意接受、相信的人得到拯救。亲爱的弟兄姊妹，报为公司周年庆的笑话很有趣，但其实隐藏着一个很真实的生命的意义。人类人，台湾人，台北人，常常伫无闲伫团团转。我们的一生都追着那些看起来很划算的东西在跑，我们一生都在被那些看起来很好康的东西在跑，最后可能会发现真正付代价的是自己 ，pay the price。有时候我们以为得到了优惠。我们以为得到好康，得到更多，
其实反而是失去了更多，失去力量，失去方向，甚至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家人跟平安。我刚刚所讲的故事的太太，她说这样我就等于免费来了。同样的免费对先生来说，他被免费压垮。这不就像世界的人给我们人类的承诺吗？这些看起来都很吸引人，很便宜，很值得，但这些东西不一定有咱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好处。世界上的快乐，常常就像周年庆一样，很刺激啊，很紧张，很短暂，要抢的，要抓的，慢一步就没有。结果当我们跳进去这个循环里面，我们想要越抓越多，结果越来就越累。甚至有人可能像那个爸爸一样被救护车抬出去了。表面上我们在世界在享受世界给我们的好处，其实是伫内心的透支。总是圣经讲圣诞节所带来的好消息，完全无同。耶稣基督的救恩绝对不是廉价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带来的礼物，绝对不是廉价的，只不过有人帮我们完全付清了。圣诞节带来的意义是一个毫无隐藏的礼物。伊毋是哪摕哪忝，伊却是互人卸下重担。这个礼物不是在消耗我们的生命，乃是赐给我们真正的生命。周年庆好看的事情会结束，打折的事情可能过期卖完。你买来的礼物放在仓库，发现几年之后就坏掉，心里面的空虚也不会因为我们再买就能够填满。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永远的，是真实的，是真正会当改变生命的。他来不是让我们的人生被压得喘不过去。耶稣来的目的，圣经有记载，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路可背重担的人拢就来我这，我要互恁安息。所以，当百货公司用你赚到了来吸引人的时候，但是在教会里面要宣告的圣诞节。特别在第3根蜡烛点起来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提醒：我们真正不能错过的不是周年庆的折扣，我们真正不能错过的是那一位为你而来的耶稣基督。愿上帝帮助我们，在今年的圣诞节，一边庆祝，一面享受在教会里面的氛围，一方面我们更把握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目的，就是一替我付清了代价。这个礼物绝对不是廉价的。我们一起来祷告。
特别上帝感谢你，欢欢喜快乐来迎接耶稣基督的诞生。今仔日是第3个大感谢的主日，有信心伫阮中间，互阮搁一摆互提醒，会当搁一摆孝念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目的。也求信心伫阮的中间来运行，互阮搁一摆会做会知，会审判家己，责备家己。嘛，搁一摆领受到天顶来的福气、欢喜甲喜乐。阮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咱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咱来用圣诗94首，普天同庆，祝明世界，请大家起立，认真首。报告，这是我来报告。咱会当来看头前，也会当来看咱的周报。咱的周报头前，大家小组团体的新势力，大家会较来看。刚刚的事项后礼拜主理是牧师，主会是书范杨乐，主琴是林志玲姊妹，交代主任是邵信成、江慧茹，新家人关怀是卢云云、蔡敏龙，个香兰师母甲简逸飞，会前的鸟唱后礼拜是陈仲贵弟兄。献花是陈仲贵弟兄，领唱是包克亮甲林志珍，献诗是献歌队，音控是潘淑宇，咱成年主理后礼拜是暂停。好。关于闹钟都响起来。
咱来看本会消息。今仔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有点到第3期6节，代表宣告甲喜乐。啦，当咱经历主要所为咱来生，甲咱对做中间来讨办，咱就知影耶稣基督就是咱所听候救主。咱来用爱甲感谢来庆祝这个日子。第2点，下主日圣诞赞美联合礼拜，中间有安排大家来圣诗合唱。咱邀请兄弟姊妹伫咧9:20进前来入场，做伙来练习，来有历史，来迎接圣诞。礼拜了有简单的爱餐，请兄弟姊妹会当来自备餐具吼。第3点，迄点圣诞糕，会兄弟姊妹来甲办事来登记，118块，登记到今仔日吼，伫后礼拜日下晡来领取。第4点，报名报佳音的兄弟姊妹，请伫中昼11点半咱们中昼11点半伫迄遮集合来练习。第5点，咱定每年度每日读经，读经释义请来干事来登记，嘛是登记到今仔日，这是费用是200块。第6点，咱后礼拜12月21号圣诞节的礼拜圣诞赞美礼拜，若有兄弟姊妹要受洗，请顶下搁会当较紧来甲牧师也是干事来报名，要来安排洗礼只要真理的课程。咱目前有报名的有成人系的部分有谢宏瑞，这是恩典团契的幸福小组的 best 搁陈新荣姐妹，这是橄榄树的朋友，搁许琼金，这是以斯帖小组的组员，搁黄千玲，是橄榄树的朋友，橄榄树小组的朋友，郭慧欣是中树小组幸福小组的 best 朋友搁有咱尤成玉，兄弟伊要来做信用的告白，搁有咱林慧明姐妹也是要她是以斯帖小组的她也是要来信用告白，搁有咱幼儿系阮佑成，阮俊德的咱贵宾执事的孙仔，要来受洗。好，第7点，后礼拜下晡1点，礼拜第2组的同工请到208教室开会。第8点就是讲咱12月20号拜六圣诞主餐有1家1菜。咱即摆的圣诞活动咱是规个教会做伙来办咱教会有一个事工小组，有6个小组啦有传道事工小组有礼拜典礼组，有总务组。牧羊组，搁有关怀探访组咱每一个事工小组拢有负责一个这个咱的圣诞的活动，咱请总务组来甲咱先来补充咱的1家1菜的部分。这平安今仔日是
今仔14号啊吼，所以后礼拜咱就有一个圣诞的主餐啦吼，啊是伫恁敢知影时间？主餐的时间，后礼拜六下晡5点半吼，下晡5点半，咱有一个主餐吼，圣诞主餐。啊，伫遮我为阮的爱餐的同工来特别报告，就是恁若还未报名的吼，赶紧来甲阮报名，因为吼，阮即摆即个表吼有搭伫迄个玻璃啊，假使你若还未填的吼，就是讲咱一家一菜嘛吼，一家一菜就是很自由，就是摕你的拿手好菜来甲大家来分享啊，不管是你是迄个热食啊，是冷盘哦，点心都可以吼。但是有一点就是讲，尽量咱摕较不要拿汤汤水水的，就是方便性吼，方便性哦，就是惊讲你摕个汤汤水水，是对较无方便，所以咱教会吼，教会阮总务组会负责迄个汤类吼，啊，搁有甜汤吼，即部分教会会传，啊，就是咱报名，若假使讲自己拿手好菜，就是以恁厝内参加的人数，吼，譬如讲你2个人、3个人一份菜的分量，安尼来算，啊，当然有囡仔有大人吼，也是有年长的，啊，咱就尽量就是用迄个咱一个人的分量来算吼。啊，主要呢，咱遮嘛是即个表格内底吼有主食，有主食。即个教会会传，嘿，对，啊，若假使你习惯咧摕迄个免洗餐具，家己的迄个环保餐具拢会使，嘿，对，啊，即有主食的部分就是有饭类啦，吼，还有那个叉米叉豆，这拢会使啊。那个鸡肉，我们就把那个分成给把猪肉哦，还有海鲜，我们都把它分类。就是你的拿手好菜，不管水果点心都会使，咱都会当来添咧食。啊，搁有一点就是吼，有一个报名费200块，是因为可能迄天有大家有上班，还是都无拄啊都合有迄个时间传迄个迄个菜吼，咱就是讲一个人200块，啊，这个200块的标准就是讲，幼稚园以下就不用，就免费，啊，80岁以上的中等也是免费，就是一个人200块，啊，这个200块阮会当组织起来，就是会当分配菜色，大家拢会当食有够，啊，这就是教会会来准备这个部分。咱的菜量就是用咱出席的人数，食饱为主啊，安尼我以上安尼来报告，谢谢。感谢总务组吼，像我补充者就是讲，是啥讲200块，毋是讲每一个人拢爱交200块啦，是讲你若讲你袂付传的，你嘛会使交200块来请总务组来帮咱传这个一家一菜。若是你家己家己会当传的，就家己来传来安尼。你嘛有真一个菜色，请咱大家嘛做伙来。咱圣诞的活动吼，今年的主题是上帝在咱人间上帝在人间，上帝一直甲咱连结安尼。咱请兄弟姊妹，咱即届的圣诞的活动吼是邀请咱兄弟姊妹，咱家己来去邀请咱信福利的人来参加因为圣诞节是一年当中上好邀请新朋友的时阵。你想要来说，带你的厝边个人讲，圣诞节咧，来圣诞节就是来庆祝圣诞嘛来邀请厝边你来甲阮来参加这个圣诞的爱餐圣诞的活动还是讲圣诞暗会安尼，
咱就是请大家拢爱来邀请，吼，啊是你的厝内的人啊，兄弟姊妹啊，还是你的楼顶楼骹，吼，拢会带来邀请。咱即届无讲安尼四界去宣传讲，阮遮有这个活动，大家来。咱即届是用咱家己邀请制，吼，安尼每一个拢是咱的贵宾，好。咱的活动呢，大家有看到吼，咱后壁有即个单啊，吼，这个是邀请卡，邀请卡你嘛会使摕这张邀请卡吼，后壁你甲写名，吼，你要邀请像讲要邀请大嫂，大嫂啊，都是圣诞节吼，真有祝福我邀请你做伙甲我来安尼，吼，写卡片咱甲写落，摕，你嘛会当。准备一个小礼物摕去甲招安尼吼，即个后壁即张单吼是咱那个协会伊办的伫咧活动嘛会当来邀请咱的厝边隔壁来参加，吼，请大家去后壁会当摕一张吼。咱的活动呢吼，时间就是对后礼拜五开始。有一个是咱的幼儿园的圣诞晚会，咱幼稚园的圣诞晚会是拜五6点半，咱教会少年囡仔去表演，拜六5点半咱的圣诞爱宴一家一菜，7点是暗会，圣诞晚会，咱即个圣诞晚会嘛是咱教会家己真侪团体。有少年团体、双年团体，还有咱中职会来表演，还有麦子剧团，伊是甲少年团体做伙来表演大家来看吼，内面拢有福音的信息在里面，看暗会还佫会当来认识神安尼吼。21号拜日。后礼拜日主日的时阵，那是9点半咱圣诞赞美礼拜，是联合礼拜。24号，12月24号暗时8点平安夜礼拜。平安夜礼拜结束了后呢，9点是咱要做伙去报佳音，咱做伙去报佳音。咱即个报佳音会报咱教会附近行一日安尼。过来，隔天25号，12月25号、25号是咱即届政府有放假吼，放假咱迄天下晡1点有大吉乐圣诞音乐会，佫有射铅笔的成果展，咱教会射铅笔的那个安怎讲？射铅笔的班级真厉害，每礼拜来遮画色铅笔，足水的，咱会当做伙来看，嘛会分享因色铅笔班的分享见证安尼。下晡2点有爷孙同乐会，嘛请大家当做伙来参加，就是动脑筋也是动手的活动安尼，好，在8点，多谢大家。小组团体内面伫每年度的爱餐的比赛，你嘛佫有几摆袂互人认的吼，咱请咱大家会当来组几个人来报名讲，即届我来煮这个爱餐，应该3、4个就会使来煮。好，也是讲咱团体小组有想要搁再来互师，第一届还是第2届嘛会当来甲干事登记。好，第11点11点，第11点，咱财务的关校伫咧12月28号礼拜日爱关校，所以请所有的大家兄弟姊妹有要奉献的，也是有要升迁
日出的吼，嘛爱伫迄上尾第28号伊来完成。好，咱明年度的2026年的信徒手册已经做好啊吼，咱一号一本，一号一本，咱甲后壁干事来批。好，在关怀带导的部分，咱来看吼，第一点，咱即马伫迄厝疗养的兄弟有谢崇明、刘秋燕、马来金、柯玉、曾文德、郑明霞、林李敏珠，这兄弟姊妹伫咧厝疗养。啊，住院的有卢景全，就是卢文雄弟兄的爸爸，啊伊嘛受洗了吼。啊，搁有洪本展弟兄的妈妈。第三点，咱请为泰山教会甲文化教会的即个教士，教会法典来代祷，求主保守。啊，奉献的报告，请家己来看吼。啊，若有重大的，咱来甲干事，还是会给出人来询问。好，这是奉献，这是咱用奉献回应上帝，请事前的担当。会长，请起立。典故，咱来读今仔日的典故。路加福音第2章第10到11节，咱做伙来读下来。因我你我欢喜的小事，我被人都问，因为今仔日来这个城，一定为着你面前的天主就是基督基督。咱搁一个来来，你才来到我的家，因为我报你我欢喜的好消息，我被人都问，因为今仔日来这个城，一定为着你面前的天主就是基督。上言圣诗511首，阿罗上帝至关至尊。上言了，咱请老师为咱讲道，请起立。Amen.
甲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正常圣神的感动，叫恁众人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